现场满满的人潮，全拢是伫咧等伊。Hello，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金牌选手林玉婷向民众热情拍招呼。台湾无胜句伫今年的巴黎奥运摕下好成绩。中华民国无胜句协会伫台南举办庆功宴，同时也阁有见面会，互民众一一上台翕相。更有人特别用心做了应援小物。我昨天自己抠的图。是欣赏玉婷。是不是？就是不怕困难这样，然后就是克服，对，坚持信念，然后克服难关。除了林玉婷、陈亮琴、龚思怡等拿名选手全拢够齐，因伫咧比赛当中展现着世界级的实力，相当无简单。协会特别颁发奖金予表现优秀的选手。台南市长黄伟綽嘛送着专属的行李箱，祝福征战世界的选手康教练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，对我们来讲是普天同庆。虽然李玉婷，她是属于全台湾人，所以说大家都很开心。那时候已经有答应市长说，假设奥运成绩好的话，那我们也会在台南再持续办。那真的。这次奥运的这个威胁他的，对，奖牌就不错了，一直不错，因为我们应该是所有的那个项目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项目，这样。这场宴会唔单是对着选手的勉励，更是一场团结屈膝的盛会。嘛希望选手继续努力，再创佳绩。未来协会嘛将培育更较侪优秀的选手，替国家争取荣耀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